要。交俾你張文采。好啊。星島日報社論：訪港旅客人次持續萎縮咗1年幾以嚟，上月起見第一次回升。今年上半年嘅數據顯示，旅客消費跌幅大過人次。而家人次增加咗，當局同業界要多啲動腦筋，點樣令到旅客消費亦都增加，促進本港經濟同就業。商報社評：面對全球經濟唔景氣，周邊旅遊市場競爭激烈，政府同業界仍然要多啲諗辦法，等香港旅遊業獲得轉型升級，提升旅遊業競爭力。旅客一時嘅回升並唔能夠證明旅遊業嘅苦日子已經到頭。更加何況今年上半年整體訪港旅客人均消費較舊年同期下跌，而內地客人均消費較舊年同期下跌，說明旅客由港消費模式出現結構性改變。《東方日報》社論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再次解話，表示當局正係檢討內地入口豬隻檢驗流程係咪涉及機制出錯、指引不清，抑或係人為疏忽，最快下個禮拜有結論。咁係當局第一次提及人為責任嘅問題，但係鑑於港府官官相衛、包庇護短嘅傳統，最終係咪重演千錯萬錯都係制度錯嘅一幕，唔能夠唔令人擔心。